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嬉笑，满身欢呼的时候，怀抱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不流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把带中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来何处回来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把带中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来何处回来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嬉笑，满身欢呼的时候，怀抱中就有人说什么？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所以我们说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请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不流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中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来何处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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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带中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来何处回来。诗篇126篇的赐福应许各方面从神而来的好处都临到你的身上。